得閒打邊爐啦喂！距離拱北好近，過去非常方便。天氣好凍啊，最啱3五知己嚟打邊爐噶啦。每次過嚟都咁多人。呢度嘅環境咧，主打係港式懷舊風啊！炭爐打邊爐啦。廣東嘅朋友仔都中意呢個五子無桃湯底。首先我哋放白蘿蔔落去，咁樣啖湯咧就會清甜啲。呢啲咧係土雞嚟嘅，唔使冚蓋，煮8分鐘就食得噶啦。咁樣咧煮出嚟咧，嗰啲肉咧就會滑啲。翻啖湯先。淡淡嘅椰香味，啲湯飲起身清甜而不膩。藥膳養生湯底，五子無桃可以健脾補肺。新鮮嘅散養土雞肉質鮮嫩。春節過年咁凍嘅天氣，再嚟翻一碗暖粒粒嘅藥膳雞湯，簡直係完美啊！你睇下啲生蠔又大隻又新鮮啊！黑松露手打黑滑肉，眼睇得到粒粒蝦仁喺裏面，肉質緊致彈牙。肥牛係必點嘅，肥瘦分布均勻，入口非常滿足。呢度啲牛肉都係新鮮現切㗎，睇下啲色澤幾粉嫩，仲有牛丸、蔬菜、胸口油，各種新鮮食材掉晒落去一鑊熟正啊！豉油係佢哋自己調製㗎。加啲熟炸嘅花生油都幾香㗎。春節期間呢度正常營業，唔加價。過年同朋友家人開開心心喺度聚餐，同時可以享受到新鮮食材同埋家人團聚嘅氣氛。